前几天我发布了关于用嘴编程的视频之后，有不少粉丝都说啊，他说你这个小键盘还有一条线连接着，这不能真正发挥用嘴编程的优势啊。说的没错，今天我就对我的用嘴编程方案进行了一些调整。用于控制的这个小键盘肯定是要换成无线的，这样我们才可以站在公司或者是家里的任何地方给 CC 发指令。但是离开电脑就不能看到 CC 执行的结果，所以呢还得让 Cloud Code 的人说话。这对于 Cloud Code 来说简直就是手到擒来的事情。我现在让 Cloud Code 自己手搓一个插件，实现完成任务之后，把任务执行的结果语音朗读出来。先让它写一个开发计划，它设计好了一个方案，其实原理非常简单，就是利用 Cloud Code 的 Stop Hook 事件，在任务停止时把任务执行的结果解析出来，再交给 TTS 去朗读就可以了。好，3下52就搞定了。你看，现在 Cloud Code 就有了自己的嘴巴。你好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？这份代码我已经开源在 GitHub 上了，在 Windows 和 macOS 下都测试通过。现在我们只要连上我们的蓝牙耳机，就可以实现真正的用嘴编程了。开始执行。Wow